緊就維修呢一部係分揀機啊！哎呀，非常之大部。啊，再插過嚟插埋呢邊。今日要處理嘅就係幫佢換咗呢條皮帶，非常之複雜。然後再幫佢打返啲油，生晒鏽啊！因為佢呢部機嘅結構係由嗰上邊一直落嚟，中間亦兜個底部，所以而家要將佢全部拆散晒佢，跟住整咗個皮帶換翻條新嘅上去。呢啲機價錢你話好貴又唔係好貴，但係你話平咩係工資都係幾萬蚊。整嘅話咧，最少要整一個下晝，要搞五個幾鐘，一個下晝就係做一部機。人工貴過本真係，但係呢部機當然買嘅話，可能都係6、7萬蚊到啦，初步估計。好，基本嘅話就仲有邊度未拆，基本上都拆晒。而家我哋拉呢條帶出去先。